继续来关心这花加沙风台带来的大雨呢，是持续来影响咱的东部地区。南淮公路东段一直流到厝内路段呢，有真侪大拢有崩落。其中一个彩霞崩坑呢，是有大量的土石，也那山区部落的通讯也拢中断，目前正在抢修。离卖送物资去南汇公路二路村的民众，伫彩霞隧道拄到真侪土石流灌入来，崩坑口互伊塌掉去。23公路局的关山干部段伫崩坑口继续挖，也未清线。也那沿路必去二路的公路到24，依然有真侪所在发生土石流。那车无法度入去，电信也未通。蛤蟆、雾峰、二路部落即马无法度对话联络。海đoàn向公所用卫星电话，请部落将紧急物资渡村村开会，将村口内面的物资提出来分给民众。基本上我们是跟村长说，只要是有物资需求，那就是请村长去视现场状况去开放物资。目前我们有跟力到部落取得联系，那部落。民众部分是目前是安全无虞。公路局关山干部段，即马也搁伫咧抢修，不过山区的土石真松，搁真软，蛤蟆路段又搁发生路基被卸甲空去，相信可能就要到26变道才发度抢通，会先修理山区的通讯设备。另外，24岸绿岛路大雨，造成环岛公路大白山路段山壁崩乱，交通受影响。向公所讲，25日已经派人去修理，应该过道车就发度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